欢迎收看 Kenny 闹星球。你好，我是主持人 Kenny 高景言。那在我们的节目的 Podcast 呢，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Channel 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通常都是聊一些国内外篮球最热门的话题。不过呢，今天我跟大家见面的造型有点不一样，我戴着眼镜出场。除了呢，我跟这个高雄海神队的新的总教练，也是前澳洲国家队的总教练了 Brandon Joyce。这个造型有一点像之外呢，另外因为我明天要去动眼睛手术，所以不能戴隐形眼镜了。所以也许呢，在下一次我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不但可以永久的摆脱这副眼镜，我可能也永远不用戴隐形眼镜了。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状况。不过呢，最近呢，国内外篮球的消息仍然非常的多。除了洛杉矶湖人队组了一个超级球队之外呢，那美国国家队又再一次得到了奥运金牌。那终于突破了他每4届都要输掉奥运金牌这样子的一个厄运的轮转。我们知道球迷问我们相当多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呢，我们即将一一的回答。那终于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呢？今天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请问 Kenny 哥，东京奥运刚结束，那美国队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夺金，那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OK， 美国队不被看好。美国队为什么不被看好？美国永远都是世界篮球排名第1名的球队，而且每一年都是奥运的 favorite。为什么不看好？因为呢，在热身赛的时候，他们接连了输了2场的比赛。美国队连输2场是什么时候呢？通常就是他们拿不到金牌的时候。在04年呢，这个阿根廷拿了冠军的时候呢，那一年就是他们上一次在奥运会输球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呢，连续的3届，每一届呢都拿下最后比赛的胜利，连续应该是25场连胜吧。不过这样子的成绩呢，在今年在热身赛的时候呢，2场都输球，而且是在自己的家里输球。那这个对他们来说真是无比的侮辱。那再加上呢，其实今年的阵容大家也都说了，是不是每3轮这个奥运结束，就12年结束以后，第14年的时候，16年的时候要准备奥运，他们是不是就开始松懈了？组的球队是不是就开始变弱了一点？那是不是呢？也是因为 NBA 的主力最厉害的球员呢，也要开始做循环跟轮替了？因为上一次呢，我记得 NBA 最强的一代呢，像 LeBron James、Carmelo Anthony 这些人，大概就是在02、03年吧。不过看一看今年的奥运，他们到底是怎么最后夺得胜利的？在预赛呢，就是在分组赛里面呢，他们在第1场比赛就输给了法国队，而且呢，得分还没有特别的高。在今年的奥运，除了法国队的比赛之外呢，他们几乎每一场比赛都是破百，而且法国队比赛接下来的比赛呢，他平均赢了对手31分的高分。这代表着呢，美国他们不是因为能力不够而输球，他们可能是几个原因他们会输球。第一，过于的大意，在自己的家里打热身赛、打练习赛的时候，的确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攻击，漫不经心的防守。所以呢，来到了东京以后呢，第1场比赛，不管是 Chris Middleton 或者是 Devin Booker 或 Jrue Holiday 呢，都是大概下飞机1天马上就要上场比赛。那对这3个人的压力的确非常的大，因为那场比赛输了法国以后，接下来的5场比赛里面呢，这3个人，也许 Middleton 上场时间比较少一点，但是 Devin Booker 还有 Jrue Holiday 都扮演起了在今年这一届奥运里面非常关键的角色。Jrue Holiday 呢，把对方守得死死的，那再加上呢 Devin Booker 的外围跳投以及中距离的攻击，在 Kevin Durant 有的时候呢要失灵的时候，或者他下去休息的时候呢，仍然可以提供美国队稳定的火力。那在今年的比赛冠军赛系列里面呢，你可以看到 Jrue Holiday 对于控球的防守造成对方大量的失误，特别法国队呢在用 Nando De Colo 或者是 Thomas Hantel 的时候呢 Hurdle 的时候，这2个人也许Thomas Hurdle 可能在攻击的爆发力跟破坏力没有特别的好，但是在技巧性很高。可是比较大的问题是，他即使可以用技巧过掉 Jrue Holiday，
可是 Jrue Holiday 身体一顶，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完成任何投篮的动作，所以威胁性极小。在短短的12分钟里面，他就发生了4次的失误，而且这4次的失误全部都变成美国队的分数。在他们的总教练呢，这个 Vincent Collet 在第4节才把身强体壮、身体爆发力强的 Frank Ntilikina 换上来之后呢， Frank Ntilikina 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得到了7分吧，而且基本上他对方守得太紧的时候，他突破切入，他都可以完成攻击的使命。所以呢，这也让第4节已经有点劳累的 Jrue Holiday 守不住这样子的一个选手。法国队打到最后还是有追分赢球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呢，还是靠着强硬的防守 Kevin Durant 的29分的无解拿到最后的金牌。所以呢，虽然大家在一开局或者是在第一场比赛法国队赢了美国队的情况之下呢，不看好美国队，可是美国队在后来的这6场比赛里面呢，都继续回到了他可以赢球的方程式，就是用快速强硬的防守来阻止对方顺利的攻击，甚至大量的造成对方的失误，然后呢反转成快攻而得分，把分数拉开，得到最后的胜利。那美国队虽然今年不被看好，可是最后的后来的6场比赛呢，的确打出了美国队该有的一些风格，以及美国队过去善用的一些战力，最后拿下了金牌。这个解释应该算是会不会太长了一点？不过我相信球迷还有更多的问题。钟宇可不可以跟我们讲第2个问题是什么呢？好，下一个问题，今年奥运几乎每个国家都有 NBA 球员的助阵，那 Kenny 哥认为未来哪一个国家最有机会撼动美国霸业？其实啊，你要看到今年呢 NBA 的 MVP 是 Nikola Jokic， 去年呢是 Giannis Antetokounmpo， 前年也是 Giannis， 这又是一个连续3年 NBA 的 MVP 不是美国人的情况。那上一次有连续3年 NBA 的 MVP 不是美国人呢，就是连续2年的 Steve Nash， 然后还有 Dirk Nowitzki 拿下的 MVP， 那应该就是在05、06、07吧，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如果 NBA 最强的球员在那年 MVP 都不是美国人的话，这代表说呢，在紧要关头，如果这些人分数靠近他出现的话，在 NBA 里面他们都可以欲取欲求。如果再登到美国队的比赛的话，这些球员可能也有比较高的攻击的成功率。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现在的世界篮球明显的已经慢慢的跟上 NBA 打球的一个节奏以及强硬度。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呢，也会让美国队在国际比赛的竞争力有一些开始下滑。那今年呢，其实有几个球队，像澳洲队，他们打进了最后的第3名，这个也是澳洲在应该是14届打进奥运第1次拿下任何的奖牌，这个是不简单的一个成绩单。不过你要知道嘛，在澳洲呢，真的归入于亚洲区之前，他一直在大洋区。那大洋区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跟他竞争的对手。有的时候纽西兰可以跟他打一打，可是呢，他真的没有太多的竞争的对手，所以几乎每年都是进奥运的一个队伍。但是一进到奥运呢，每年基本上都无法夺牌，没有办法成为前3名。现在的澳洲的确在篮球上面是越来越强大。今年又有3名应该有多名的球员选秀进入了 NBA。在过去这几年呢，澳洲出身的选手也一直出现在 NBA 的选秀的平台上面。所以呢，很明显的，澳洲的球员们看起来已经要开始成熟了，而且呢，可以在这个国际的舞台挑战最后的站上颁奖台上面的可能性啊。那另外其实有几个国家呢，它是天分足够，可是感觉起来就好像没有办法融合在一起。像今年的这个加拿大队呢，好不容易组成了多年以来第1次的他们加拿大的梦幻队，其中包括了像 Andrew Wiggins 这样子的球员， RJ Barrett 终于加入了国家队，但是呢，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我认为以天分来看，加拿大队
应该会有越来越好的一个成绩，只是他们在一起打球的时间过于太短了一点。如果这个国家的球队呢，可以有更多一起打球的时间相处的话，我相信在 Wiggins 这一届的这一群球员，其中包括了像这个Anthony Bennett， 其中包括了像 Andrew Wiggins 这些选手，慢慢的可以带领加拿大队越打越好。当然，这是一个今年连 qualifying 都没有打进的球队，我对他有这么高的一个评价，绝对是 base 在他的天分的上面，而不是他团队的作战的能力。那另外呢，还有斯洛伐尼亚 Slovenia 呢，在 Luka Doncic 的带领之下呢，本来打出了一个17连胜的情况，但是呢，他在最后的复赛的时候呢，他输给了这个他输给谁？他输给法国队。就要在排赛的时候，他又输给了澳洲队，所以呢，对 Luka Doncic 来说，这一个很懂得 pick and roll 的球队，他只归顺了一个7尺的中锋。那这个7尺的中锋跟他在 pick and roll 的位柄呢，简直就像 Clint Capella 跟当时的 James Harden 一样的简单，所以也打出了 Slovenia 呢非常好的一个战绩。但是这个球队呢，今年 Goran Dragic 没有出来打。他的弟弟呢 Zoran Dragic 有出来打，他们就打了不错的一个成绩。我可以想象到的 Slovenia 如果到时候呢 Goran 可以出来打的话呢，他应该会有更强的一个最后的结果。那除了这些球队之外呢，今年几个夺牌的球队，像法国队，看起来也绝对是不是一个好惹的队伍，而且在他的年轻的球员又一个接一个的跳出来，可能在未来的 NBA 战场上呢会有好的表现的情况之下呢，我认为刚刚提的这几个国家呢，都是在未来不管是任何的国际比赛，像世界杯或奥运呢，都会打出良好成绩的一些国家。那下一个问题，钟宇，上一集有跟嘉瑞打赌小火锅，结果澳洲跟西班牙都没有夺冠军。对，那这个小火锅怎么办？然后下一题是，如果澳洲队有 Ben Simmons， 那有机会赢美国吗？有 Ben Simmons 啊，我觉得在今年的澳洲的球队来看啊，他最后输给了他那一场输给美国队的比赛，的确也可以算是有一段期间里面他们自己本身的失误过多的一些问题的产生，再加上呢，其实你看到对美国队这种比较压迫型的防守，你还是要派一些有突破能力的后卫，在后场里面呢疏解掉自己本身攻击的压力。因为美国队在不管对到西班牙的比赛，对到澳大利亚的比赛，或最后对到法国的比赛，他都是借着防守让对手有一段期间完全是得分进入了干旱期。那澳洲呢，其实在第2节跟第3节的一开局的时候呢，就跟西班牙面临同样的一个厄运，被对方强力的防守守得喘不过气，所以得分非常的低迷。那如果当然你后场有一个像 Ben Simmons 这种等级的控球可以打控球的常人的话，那对于整个战力会有一定疏解的功能。但是真的这个疏解的功能会帮助到澳洲直接击败美国队吗？我认为像这样子比赛的胜负以及这个谁强谁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其实不是1个或2个球员可以完全去改变的。那同样的，那其实其他的欧洲球队也没有全员的出动的情况之下呢，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奥运或者世界杯的比赛，美国队所会遭遇的抵抗应该也会越来越强势的。他们要轻松的过关世界这个篮球的一个竞争来看，已经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肯尼哥跟嘉瑞的打赌怎么办？我跟嘉瑞打赌当然是他吃他的，我吃我的咯，我们2个都输了。没有了，也许这个还是要这个犒赏一下年轻人，出去吃个火锅，这次算我的吧。谁叫我年轻大？好了，下一个问题，湖人队今年大补强，那如果下个赛季是湖人对篮网打总冠军赛，肯尼哥认为谁会赢？如果是这2队要互相竞争的话，我个人还是偏向在洛杉矶湖人队这边。因为呢，除非这个
Brooklyn 在非球季的时候更加的补强自己板凳的阵容，或加上禁区的这个球员的补强，因为很明显的在去年的球季可以看得出来，那篮网队呢在季后赛基本上是没有在用 DeAndre Jordan， 他完全可以依赖这个Kevin Durant 打到比较大的一个位置，然后用比较小球的阵容来跟对方竞争。但是如果到时候碰到洛杉矶湖人队 ，Frank Vogel 不但他会用这个 Dwight Howard， 他搞不好如果 Marc Gasol 没有走，他还会用 Marc Gasol。所以阵容的这个竞争来看，湖人的运用看起来会是比较完整的。更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篮网队在今年所看得出来的就是，不管是 James Harden 在后半段的受伤，凯瑞 Irving 的受伤，跟 Anthony Davis 跟这个 Kevin Durant 攻击上的无解，这个也看到了，就是说当他的受伤的问题有产生的时候，这个 Kevin Durant 一个人是撑不住的，他还是需要健康的三巨头来跟对方竞争。那但是如果篮网队呢 Patty Mills 当然他是一个非常棒的 catch and shoot 的射手，他在任何一个情况他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但是我个人认为篮网队的板凳的确是不足以湖人队的深度。那再加上湖人很多人都说他是老迈的球队，因为他的三巨头呢可能 Westbrook 32-33吧，那 LeBron 的确是老了一点，他还来了 Carmelo Anthony， 他来了 Trevor Ariza， 你可能认为这些人都是有点老迈了，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他还找来了像 Ken Bazemore， 像 Malik Monk， 像 Kendrick Nunn 这些比较年轻的可以从板凳帮他得分上双位数的选手们呢来帮他助阵。所以在禁区又补强了这个 Dwight Howard， 基本上现在的湖人呢是一个无死角无弱点的强力球队，而且呢他有3个人得分可以上20分，那另外还有3个人呢平均去年得分是上了双位数，而且他有6到7个人呢三分球命中率在 38% 之上。所以呢整体的阵容来看呢，的确以纸面上来看的话，他的确是会是篮网队无法击败的对手。那我们回到台湾，T1 联盟采取指名制的选秀，那请问这个选秀有什么缺点或优点？那台湾适不适合这种选秀方式？我觉得指名史选秀也是第一年的一个产品。我相信像 T1 联盟这样子的联盟呢，可能在明年就会选择回归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所谓的顺位型的选秀。那为什么今年会指名选秀呢？因为这个联盟是第一年所产生的。去年呢，我们在 P League 我们是没有选秀会，那没有选秀会呢，就代表说我们自己可以去找人。但是呢，因为在今年篮协给我们所有的联盟都有一个规范，说大家都要办选秀，而且有选秀会，要让球员可以有自由去选择要在哪一个联盟、什么样子的合约、这样子的条件之下来打球呢？所以 T1 他也办了一个选秀会。那至于办选秀会呢，当然也是要符合我们国内篮球要有选秀，开始让年轻球员进入联盟这样子的一个规范。但是可能他们之前呢已经有一些合约上面的已经谈好了，所以用指名选秀的方式呢，可能是比较符合该联盟所面临的挑战跟状况。所以呢其实也不能说它是好，也不能说它是坏，只能说呢它是适合这个联盟所使用的一种方式。那如果直接要问我这个指名选秀是不是一个合理性的东西，我当然认为它是有它的价值存在的。但是呢，像我们去年一个新联盟的产生，我们根本就连选秀都没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跟人家讲说指名选秀是一个不好的东西。那至于在指名选秀后来出来产生的结果，我认为只要球团还有球员双方是可以互相认同一个合约的价值的话呢，那指名选秀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事情。OK， 那下一个问题，好 ，Kenny 哥怎么看台啤连续2次选秀都在第一轮就放弃？第一轮选秀放弃，我觉得
是有球团他自己的考量。那特别是如果你的球团是已经非常的完整，或者在每一个位置来看你都有很多的球员的时候，那可能选秀就并不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那因为呢，再加上如果你自己在自由球员市场其实已经有很多选择的时候呢，那经过选秀可能也不是台啤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像我讲的，每一个球团都有自己的立场，也有自己球队的这个内容的组成，它并不需要一定靠着选秀来增加自己球团的竞争力或新球员的加入。那如果你要讲一个人都没有选，那你有看到选12个人的这种球队。所以不管怎么样来看，这个是符合该球队自己要的一个需求，而不是呢来让我们在外面的人可以看得出来，或者是来检讨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子选秀。因为选秀最后的成果不是我们外面的人要来负担，而是该球团必须要为自己选秀的结果来做最后责任的负担。下一个问题是，请问 Kenny 哥，未来工程师会不会再继续补强？补强永远不能停，特别房屋有漏水啊，没有，开玩笑的，不好笑。不过呢，这个球队任何时候有将增加自己实力的机会或时间点，身为一个球团的领导者或总经理呢，如果我没有在我有机会补强，或在我们球队允许的状况之下，让球队越来越强的话呢，那我就是有点失职。那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不一定是在自由球员市场，可能是在各自球员自主的训练，或者是在他能力上面的增加，或者是在增加我们教练团的一些人手，等等等等等等。我们永远都希望我们的球队可以更前的往前走一步，有更多的实力跟对战的能力来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呢，你说会不会补强？那是一定要的啦。好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好的。网友很好奇，工程师的新洋将是谁？跟你哥可不可以稍微透露一下2位洋将他是什么样的类型？哇，你这个问题我就要回归到我上次拍一个影片我最喜欢的台词。等一下，我等一下再跟你讲，拜拜。我回来了，这个效果做的怎么样？没有啦，这个球队的机密是有的时候就像天机不可泄露一样，因为呢，这个每一个球队呢，可能都会有自己寻找洋将的方式，但是呢，也有的球队可能会因为对方是什么洋将来寻找自己的洋将，来做一些竞争上面的优势。所以呢，为了要保持这个新竹接口工程师小小的一点竞争上面的秘密的时候呢，可能到底2位洋将是谁，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公布。那谢谢各位呢，长期来对我们节目这个 Kenny 闹星球的支持。那千万不要忘记的，在每个礼拜呢，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Channel 里面呢，都可以继续收看我们 Kenny 闹星球的节目。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